師兄想問下呢幾個咩字啊？香港浸會大學。你又知我浸大畢業嘅，多謝你嘅祝福。話咩年代啊，仲有人瞓街嘅。喂，試下，唔該你，唔該你。點解你會瞓街嘅？我讀電影。咁如果我俾個機會你，你會點樣用？好多人睇嘅。56萬訂閱，不過就得嘅。各位評審大家好，我叫阿 Lin。今次參加呢個比賽，最想嘅就係跟住各位前輩學習。我參加比賽嘅作品係《我一定唔會同女仔玩》。呢個故事呢係講